那是莫旋风。哈丁来追番重敌，难道又有新番了？哎，最近新上了补星司缘起，不早说，走去看看。不错呀，里面还有我墨家，我喜欢。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。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。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别怕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生死有命，强求不得。给我走开啊！在那儿！袁采薇，快给我拿下！不要让他跑了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混蛋！我要抓活的！小小新阳的袁采薇，如今可是个大主角，其仆从可都是藏龙卧虎之辈，并搅动了多家势力角逐一星之力。既然蓝某未得先机，携采薇以御东海，倒是个不错的选项。到那边看看。好，请进。站那儿！我的屁股！可恶！快跑！王毅也得了异能，凭什么只有我？我有异能了，我是异人，我可以回山上了。糊涂！你现在回山顶，邹阳要么吸走你的异能，要么就把你当牛做马供他使唤。不，你既然得了异能，在我这儿自然是可堪大用的栋梁之才。我可以给你荣华富贵，岂不爽哉？啊，谢少主成全。那他……只
至于他们，天赐之缘，自然是要一体同心才能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！暂归新阳，虚图后进，且助邹师勿寻勿念。主公回了新阳，主公还活着。天机师兄独自离队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唉，他就是对墨家弟子染疫之事一时想不通，自己冷静一下也好。绝不能让异人继续毁了墨家，要阻止异人与墨家合流，这是墨家最后的防线。巨子，一群墨鸦而已。天机师兄，天机师兄。走啊，一起回天机城。那些士族真没人味儿，兄弟头七都不记。哼，你没听说过吗？仗义每都图狗辈，还是咱们游侠有义气。哎，邹师那两个左右手，你更看好谁啊？当然周天行啊，那小子聪明，帮着邹师通过山上的异人，不像另一个脾气暴躁，还帮不上忙。秦泽又蠢又痴情，天天想着他的主公。唉，要是巨大侠还活着就好。是啊。你二人心力一阴一阳，能力也便随性情。阿泽性情急躁，以攻为多，异能便如风雷般神行，善于进攻。天行性情沉稳，以静为守，异能便如水泽般包绕，善于防守。便如阴阳，相互克制又互相影响。再次被心力洗髓后，天行异能进化，衍生出了定元珠，可以操控外方，追踪定身。原本的静产生了动，而阿泽异能进化后，移动时残留的瞬影变成了异护屏障，这是逆转两仪，原本的动化为了静。接下来你我不练了，不练了，都练了7天了。阿泽，天香，你随我来。参位！主公，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回新阳？你可知我为何不让异人下山？邹师是担心异人交好，一旦下山，恐有变故。
如今山下觉醒为异人者，半数归于汝南氏族，其余兰陵兰氏得其3，墨家得其2。邹师的意思是，下山，你去墨家，我去兰陵。少主，邹师要见你。不知邹师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半月前至泰山远观邹师，未能拜见。原想哪日亲自拜访，可不想竟让邹师屈尊避赦，有罪呀！老夫听闻，兰陵兰氏半月前重金招募艺人。确有此事。这些艺人难管得紧，不知邹师有何指教？确有不合。山上还好，下了山，艺人难保没有异心。要是生出什么事端，蓝玉这么做，也正是想替邹师先收拢他们，以免坏了大事。老夫倒是对你有些兴趣了。求公兴王据此出计，此值墨家安危之时，把好城门，不可有半点闪失。诺。城下有人。天行兄，你一个人？还有你秦泽哥哥，我等奉邹师之命，求见墨家巨子。哎，二位暂且留步，因为裘长老心事，按墨家规矩，7期49天不可开正门，除非走墨家机关道。你胡说！我是说，那索性就走机关道，正好试试身手。开门吧。这，快告知巨子。诺。好嘞。开启机关，上天有道，下地无门，玉甲洁净，唯墨机关。你先歇着，看我的！让开！让开！圣人兼爱，以治天下为师者，必之乱之所起，兼其左右。墨家非攻，以守一方为事者也，必知攻之敌相，思前顾后，事事尚存；一统天下为事者，必知无畏迷茫。阿走，这18道机关一旦开启，就无法取消，除非退出。执其规矩，天圆地方为事者也，必知天地之志。邹阳他们可是势头正盛，你确定他们还会来救？这是牵引心力之事，乃阴阳家和墨家合力所为。我墨家代价过大，虽事成，却颇感不祥。我想，两家的合作终归要有个了断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周天行和秦泽求见。哎，真来了，这是好事啊！快请。可是，这二位爷非要从上次没闯过的机关道进来。胡闹！好生张狂的艺人，竟然目中无我墨家，那索性就尝尝墨家18道机关的苦头吧。阿泽哥，快去看看！明镜鬼神，
闻见鬼神为逝者也，必知不可胜计。莫突不前，求贤四方为逝者也，必知行有余力。天行兄，危险！一起，你攻，我守。只停万物，左斜突破，3丈直下。分营引诱，直取其冠。3剑之势，合则2利，同心同德方能过关。以奸暗飞攻，上贤上同，天之冥鬼所化机关，果然厉害。天行哥哥，你的手。来人呀，给我拿下！阵风雨着分装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铁衣苍苍，冷血暗弓喷张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注歌影红妆，想洒下月光。宁愿尘缘散尽的彷徨，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是假的荣光，是以为所是担当。爱与情何以问，生死何以谈？为寄情愿长存，每不再待重生。愿逐歌诉红妆，把酒当月光。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，舍身奔赴愿望。不继续换。